咗，我覺得奇怪，呢度清嘅咧。呢個羅收係之前就已經做咗啦嘛，好耐之前啲片啊合咩就做咗啦嘛。如果依家咁咧，例如我接收到2個5啦，咁就儲一次。咁依家 M D 係243。咁我點買你知仲有幾多？係啊，你按你嗰度嚟計啊！你如果簡單啲嘅，你最簡單嘅，你就話俾我知一包你最多只可以接10蒸，咁我咪一包我咪有2 pair 喺度咯。我知，但係你一包有幾多蒸呢？係你根據你嘅庫存嚟計㗎。係啊，所以我而家問你，我而家52喎，我每一蒸243咁你我儲點計？25咯，咁你就話俾我知243，你就咪1蒸俾我咯，我咪發一蒸俾你咯，因為你已經超咗嘛。如果我發一蒸，我發一包超過2用俾你，你係分2個，你分幾次放冇得算係咪？為什麼要？唔係啦，例如你發嘅第2有啦蒸，咁我美國計算發第1蒸，我先放啊嘛。啊，所以就係呢個，咁你應該係我發咗呢個俾你，你就可以回覆我。剛才那個呢？你傳咗冇得算就回覆我都得。算了，直接看就好了吧？因為我一包已經發完咗啦，我等你話俾我知，你已經收完咗我呢一包啦。好，你話明啦，但係我呢邊處理，可以了，不管了。